大家好，今日我想同大家講下點樣用 AI 免費生成一個音樂 MV。我諗大家都可能喺 YouTube 嗰度睇過一啲播歌嘅音樂 MV， 呢啲 MV 多數都係超過1個鐘嘅，好似呢個頻道咁，佢開台咗8個月，但係佢已經有差唔多2萬個 subscriber。佢最長嗰條片有成50幾萬人睇。如果你哋想做類似嘅 MV， 咁你就唔好錯過我哋呢一集啦。喺呢一集入邊，我哋會首先用生成式 AI， 好似 Gemini 或者 Claude 咁樣去生成你嘅歌詞同埋歌曲嘅風格。之後我哋就會用 Suno 去生成我哋嘅歌曲。首歌準備好之後，我哋會再去用生成式 AI去生成我哋嘅圖像提示詞，之後就會用 Claude 去生成我哋需要嘅圖片。當圖片準備好之後，我哋就會用 Claude 將呢啲圖片變成影片。當影片同埋首歌都準備好之後，我哋就會用 CapCut 去拼埋一齊，之後就會用 CapCut 嘅自動生成字幕功能去生成字幕。CapCut 嘅自動生成字幕功能係要訂閱俾錢先可以用到嘅。但係我哋就會喺影片最後教大家一個秘技，點樣免費用到呢個功能。好，而家開始啦。第一步，我哋就會用生成式 AI 去生成我哋需要嘅歌詞同埋歌曲風格。喺呢度我哋會用到 Google Gemini。喺 Google Gemini 嗰度，我哋會叫佢幫我哋生成5首國語歌，要舒壓消除焦慮嘅音樂，每首歌至少3分鐘。我會把提示詞放喺影片嘅描述欄嗰邊，如果大家有用可以抄嚟用。好，生成之後，我哋就將歌詞同埋風格抄去 Suno 嗰度用。喺呢度我要提醒翻大家，免費用戶喺 Suno 每日會有50個 credit， 但係你生成嘅歌係唔可以用作商業用途嘅，即係放喺 YouTube 嗰度收廣告費。如果大家做咗呢啲歌想有被動收入嘅話咁就要參加 Suno 嘅付費會員啦。好，而家我哋就將頭先生成嘅提示詞抄去 Suno 嗰度生成我哋要嘅歌。好，生成咗首歌之後我哋呢度會用 Google AI Studio 去生成個圖片提示。喺呢度我哋準備我哋想參考嘅影片嘅圖片，用呢啲圖片叫 Google AI Studio 幫我哋生成類似嘅圖片提示。我哋嘅提示詞嘅內容大概係講叫佢跟足幅圖嘅風格，包括曝光啦、色調啦。之後我會講呢啲圖片係用嚟舒壓消除焦慮嘅 MV 用嘅，叫 Google AI Studio 去生成10個不同情景，另外再生成10個情景係有人物喺度嘅。好，當生成咗呢啲提示詞之後咁我哋而家就會去到 Claude 嗰度去生成我哋嘅圖片啦。喺生成圖片嘅時候，大家記住揀翻16:9嘅尺寸。用 Claude 嘅好處就係可以一次過生成多幅圖片俾你選擇。當我哋揀啱圖片之後，撳入去之後就可以直接生成影片。如果大家想用翻同一個女主角做下一張相嘅主角嘅話大家可以撳呢個掣，之後輸入你嘅圖片生成提示，生成嘅圖就會參考你嘅附圖去生成另外一張附有女主角嘅圖啦。重複呢啲步驟，咁我哋需要嘅影片就會準備好晒啦。最後我哋就用 CapCut 將我哋嘅影片同埋歌曲合併喺一齊。CapCut 有一個好好嘅功能，就係自動生成字幕嘅功能。呢度我哋撳 Caption， 撳 Auto Lyrics Language， 揀翻 Chinese， 最後撳 Generate， 咁樣個字幕就好快自動生成啦。而家個字幕係簡體字嘅，我哋選晒所有嘅字幕。喺 Fonts 嗰度揀翻文藝繁體或者其他繁體字款，咁樣啲簡體字就會變成繁體字啦。
因為用 CapCut 自動生成字幕係需要付費會員先做到嘅。但係如果大家唔想升級做付費會員呢，我有個秘技大家可以試下，就係放大個畫面之後，用螢幕錄影嘅功能去錄晒成段影片，最後再用 CapCut或者其他剪輯工具將音樂同畫面合埋一齊，咁成條片就完成啦。大家而家去睇下個成果啦。今日嘅介紹到呢度為止，拜拜。微风吹散了昨夜的愁云，我伸出手触摸微凉的晨曦，让思绪像云朵自由地飘逸，不再追逐远方模糊的结局。深呼吸，感受这份宁静，心跳的频率慢慢变得稳定。世界在这一刻暂停了输赢，只有我和阳光在安静的对应。关上那扇总是喧嚣的窗，让淡淡花香填满干净的房。赤脚踩在木头地板的梁，找回最初那个纯粹的模样。深呼吸，感受这份宁静，心跳的频率慢慢变得稳定。世界在这一刻暂停了输赢，只有我和阳光在安静地对应。深呼吸，感受这份宁静，心跳的频率慢慢变得稳定。世界在这一刻暂停了输赢，只有我和阳光在安静的对請大家幫手 Like、Subscribe 同埋 Share，唔該晒。